公益团体亲子行善团成立到达已经5档，服务超过1300人次，强调就是亲心的关怀，要将物资送到受助家庭当中，普遍得到社会上好评。李在科副市长甘顺子嘛特别整容开会表达肯定。创会5档的亲子行善会，会员人数大约680人。历年来，辅助的对象拢是社会上需要急难救助的弱势。服务超过1300人次，副市长甘顺子21号中昼来到位于林德区的亲子行善会总部听取简报。甘副市长对该会善行表达肯定。台南市亲子行善会伫咱黄理事长的这个带领之下，会当讲是咱社会呢一股温暖这个力量啦吼。啊，我今日用这个真感恩的心来这个所在来甲咱理事长甲恁表示肯定，嘛甲恁勉励啦吼。咱咧社会上呢，会当讲即摆贫富的差距是哪有哪大，啊有真侪人呢需要咱甲伊救助啦吼。但是政府力量是有限啦，因为足侪即个法定的定数所以咱亲子行善会这个所在已经成立6档啊嘛平均每一档差不多拢帮助差不多250个人。不管是现金还是实物，还是这个服务会当讲是咱社会上一个非常大温暖这力量。所以咱望咱大家呢，咱学习因的精神互咱台南市呢变一个呢有这个温暖的这个城市希望大家都来加入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力量去帮助一些弱小的族群，然后让这个社会就是更加的和谐。社会上有真侪需要帮助的弱势朋友，需要你甲我的关心。亲子行善会也欢迎社会上各阶层的朋友做伙加入亲子行善的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